兩屆視后胡定欣今日以大使嘅身份，與好姊妹黃智雯一起為國際培幼會慈善跑活動擔任嘉賓，並會跑3km，齊齊為慈善出力。胡定欣喺接受訪問嘅時候都爆開啦。定欣又表示有跟黃智雯跑過步，但係好少指對方係跳舞界嘅。近日佢哋嘅閨蜜姚子羚被影到與徐少強同埋雪梨嘅兒子拍拖，現年42歲嘅星二代徐偉棟喺將軍澳嘅酒樓飲茶撐台腳後，再一起返到姚子羚嘅香閨，令呢段嘅姐弟戀情曝光。問到可有關心閨蜜姚子羚最近是否拍拖，胡定欣即笑：我轉頭打電話去問下佢啦。又指問姚子羚嘅愛犬通叔。胡定欣指對上一次與黃智雯一起跳舞已係胡說八道嘅 show 上邊，佢話但係其實我哋私底下都安排一段舞嘅，但未有機會表演，希望有機會啦。問到早前喺內地完成嘅音樂會演出嘅心情，胡定欣表示好開心啊，因為時間去咗佛山，3月前去咗東莞，兩個地方嘅觀眾都係好熱情嘅。我自己即刻感受到就係第一場嗰時候好緊張，第二場就有咗經驗啦，跟住就可以放鬆咗，好咁可以再多啲 enjoy， 好開心，亦都係我有香港嘅朋友特登到內地支持我啦，同我一齊分享呢個 moment。問到胡定欣男朋友可有到場支持，佢即時甜笑表示佢有去到，佢兩場都有去到，一臉冧爆。佢繼續說：我會覺得咁多年嚟都係透過劇集同戲集去同觀眾交流，呢個時候有機會俾我做返我最鍾意嘅嘢，唱歌，去同佢哋交流，或者係俾個機會佢哋認識我自己嘅本人，我覺得好開心有呢個機會。問到胡定欣會否同埋男朋友一齊去做義工，佢表示男朋友嘅範疇跟佢又有啲唔同，對方嘅能力更加大，佢真係落手落腳去幫助一啲醫療上嘅嘢。我能夠做到嘅嘢就係將當地嘅信息帶返香港，俾更多人知道，再用自己嘅能力去幫佢